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金光市场节目。那今在节目时间里，请来继续听由徐云之、黄英、沙大台唱的长篇台词《三线》，倾听的你思维。当八号，我这个上边吃了，现在家里把我无言，为此呢，冬儿河子那个面孔与谁了？现在的表妹他一他心，狗血当八号的洗手洗，你也想今着取下么？我谁的那也白白的个水，往事里等了我旁边啊，默默设想。你放在看我们的安看上，我是没晓得你总归当我是高门当八号，大家你活个当中不大懂嘛，我差得你溜溜啊，所以一到洗手洗嘛，你活啊也受了活做理想，你们夸我的狗子笨了，这个到事做理想去受了，当是活作用上。大作是个卡子啊，一副宝玉面孔，两只手么四手上一长，叫么大家都能想过好，面孔必备，大作卡子心哪里？崔下你心里想我走得来，想想来太太眼眼间叉子我是没晓得，现在叉子我是看上去个副观音呀，无法人工的。所以美腾腾追过来嘛，但首先跟随，一想进去嘛，一想来，我但是也来看一看那里。所以那屋里把那掀开来对里向一看，看见个河岸毕恭毕敬受害了，面孔必白，做啥子？哦，对着。今朝何不应呢？是也是讲的，这张面孔叫奇人面孔。不过再想不对，李夫也得是讲奇人的，我得回下来复一复了。重新拿屋里掀开来对里向一看，那么看出来的，这张面孔分奇人面孔，啥个面孔呢？叫包瑞面孔，我是没晓得的。刚才因为我要请你吃上午了，结果分开了，我打到里向来了，你一定要收收我个烂面皮。哦哟，难得你做啊！现在大道里向，你一定要抄得我落路。说起来，个样么是拿得来，鬼样么是拿得来。这现在我眼眼叫龙车一样，哟，那是你会了得个了，小脚头，你当年在会当个，可怎么上龙不里去个？得去哪里？谁想再对里一忙嘛，先叫写出来。一本正经受害了，让白水面孔，自家们岸上里搞个温结温啊，加上合作里向不如受了都诗作里向呀。现在我不来理你，就像屋里花了一些人打在里向。吹狗是不能退，
起来把那水里就闯个开，青蛙总不人会想的是，公子在绿的挖出定哎，下头个么子一样样在那里都正哈，重新再拿一只小杯子，忙成天井里，噔噔噔噔噔噔。在水缸里向看下一杯天落水，回到里向忙从下桌浪向一放，天地水一杯，洗下面这卡子，天地水放了没盆浪向，拿头没拿起来，一抹，哦哟，这种么子香是香的嘞，你那么香深深。吹狗是不义不女梦相门，我是开着我爱讨一位，哎，我们一样样在都生孩子，你们什么啦都诗作里向。我看你还有一个张面孔追过来，当八虎龙发明吧，我们个稿子没打好了，就应该么取向么也来问我。但说起来，我啊，你何故意么也啥么子个？根本我可以打做好稿子，要弄啥么子个？你来问我啥的？高兴哪个的？你我颜色贵上。你理也不来理我嘛，一样一样个么子忙得嘞，再去搬了闺蜜找台子上，就应该么要把了该到下桌里向，那不得这个面找台子上下去，打奇怪的吧？啊，弄不明白。我妹妹讲课，我玩弄错啊，你别手搓一张台子讲，爸爸看娘，今朝，几朝。哎呀，我也是一块，什么搓一张台子啊！我是别人们哪位人得不得了啊？哎呦，鲤鱼路上是个，你以为分弄错啊？哎呦，厉害我就为实了，高人实作，台子个崔姑娘啊，崔姐，你来拿水备好了？你备好了么？我进来了，我分弄错了，那你不好。去过来了，这从我桌里向一揉，哎呦，你能啊不来问我？嘿嘿，你终于舍克养父，为何马有？说起来连手脚啥的，问啊不来问我，啥不是舍克了害我啊？这个巨妖的，摸的，而且再加上广西派的蛮好。可那个例子呢，就么就得了，什么干不干，地么不地，广西派的蛮深，窗么在开下来了，一口河桌浪向发得了件件侪是美家宝品，搿面嘛一啥东香炉底下一路香，一口比高浪向呢，一次一次个比大比小比地金比他来起的，觉得一再些呀。我讲嘛，村子太平，面浪向一张我故意个字头，我国进攻过来张字头，绿的香太差，绿的是养绿的了，实际是当的无影桌上一起包的美好，那样啊，不容易，哈聪明啊！他聪明哦，是我当人之福矣哦。你是路等等的，该不懂这位。我个聪明嘛，那是哪个福气到你答不来的？啥个答不来叫李小子高举不这样？我个福气啊，当你人工受气是。搿是我河底啥个河你帮备我颜色在你当我搿真是我个福气哇！没哈，
哎呀，何姑英，哎哟，何姑英个三个字嘛，多才难遇。现在一个好机会，可以嘛，就你那终身托不知我吧？啊，姐姐，为什么你不依不依呀？哎，你太就很欣然。方才在房厅上，你为什么恶狠狠要将小弟知道？哼，你可人大若非呀！哎，我晓得那个啥脾气的，半夜睡醒我烂面皮，那个引得我开口呀，不想，谁想顺得这个的嘚磨么？啊，可你磨么有嘎子，还把分明。男人那时候一头嘛，先把分能，各种水，来火几头去，天是女儿里打春生那个种水，这个春生是小个，并不是打春天谋生那个一种水，不啊不啥嘞啊！哎，姐姐，你一定将小小的新闻件返回了么？姐姐呀！我是鬼子飘下，为红妆。那日在歌手好为谁？遇见了你还清晨，所以我为清晨去看进门，想记得送去登杆。那一天，在白龙的与你一来相会，而送的当然手中上，不然我们就来的是呀，好问呐，总不进来冲谁，把我们当大有样，不翻。在中国老头来，小弟们都围在水房中，你不应该大人也可以都围，得等着老头儿去了之后，我们再可以洗的。哎，姐姐呀，我是大牛玉楼来奉喜个词，那几下指出来家新娘满。遇不了一杯冻药与冻川，既有功不足来做冻难，该做第三下事都是为了你，为什么你要如此的狠心然？反正你要将小弟知道，
你非人大人，别够我口味，很方才把那爹切都用啊，被丞相移去的内。丞相的不好吗？你要讲想的这大贼人大人，你口气下内中什么有高？不知吗？我是来晓得你不相信我当把你苗的中答得出来，幸亏我的表妹非帮着黑夫人。拿下个其中为人赞，我今朝为你来我还本着下的胡言不忘的，我灭亡胡言都是为了你自己呀！哎呀，我看自己谁次毛么？你这个毛么是水瓜子别输个，我真睡不得你，得小你来与你谋不了啊！哈，就像也好个了，可怜个这水深过来，也不里抓到一把糟来子脚。所以侬水里向个头么，汤一多么水说出来人，确实，你放一放心，你个东西伸过来，把那头没一多么水，一说么当应个东西在这门门当中插他，哎呀，干么真呀你个人家贵啊理动，并不是害人心。我晓得吧？你是大致我说话是动手动脚，遍地良心。我看你水瓜子输在我来代替我们，实在我马特眼睛，那么轻得一岁岁个没。那么那你读书人吃没不在乎吃，这个么是香么不是脆么？啊，让来吃它里吧。我你还叫天呢？有今天不弄得给打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当包在弄的。啊，谁牛逼气啊？谁拿水子给我跟烤烤的。啊，姐姐够了呀，不来，来呀，不来。哦哟，你不肯来，哈，不肯来，嘿嘿，我有点本事呀，你服服帖帖的过来。去向姐姐，随我帮着，谋谋设想，几人要紧。喊你哇啦哇啦的。不吃讲咱们房厅上听不睡，汪啷一喊嘛，房厅上向来太太天水里啦二娘娘了让对对了刚刚等里到首席里个发孤人话哈，那么听见话声音啦急喊，我们设想几人也进，让喊个崔相，来他一想嘛，哎呀，崔相不一人。杀了不一人，我晓得个。我呢，一定没收了那大瓜子个样拿得来，鬼样么拿得来。那么去向么不人牛，人肉么我打你们楼地浪背到地浪。你是个石洞，我是个屋头，你打啥个去瓜子想啥鱼瓜子不高兴？去向个脾气我晓得个样，那么个打病人浪不高兴么何浪急黑。啊，本地之呀，我太太离了你旁边，我们设想，因为我太太个身份为主的呀，我还离了个石洞旁边去，我们设想，我不是叫你代替我呀，你啥子干样式的呢？那么我来安慰崔相吧，崔相。真是。
哎，我知了，在我哎帮着某么设想其人也真是，哎，想不落。你想讨讨我不还当难事？天地良心，我不是每件人来呀。你自个不还个找对面水声发生法，我也要好个。虽想重新再追过来，但是没问里下一口没吃食，你没在不里出几光。再用点没在卡子天地水包拉没本浪向，毛头没拿起来。哈哈哈哈！弟弟乡里的本领是啊，你本事大啊，会得哇啦哇啦结巴，神居不行。哦哟，真正的是你的死不开口嘞啊！你办办是俺不开口，那么我与是俺一个脾气。你吹响不开口嘛，我来说得你开口。要你一句口啊，要你开一句口，要你只动一动，声音总归要有。哦，弟弟，你太觉很欣然，一己之心不人之心啊。倘若你走了我走了你，啊，我与你三相，你比谁有呢？来来去都是个三相。虽想神力不详。哦，你将三相的新闻就范围的了，对小弟来送的滋味讲这么一点呀。哦哟，我别听了上来爷爷讲着，干嘛随便来讲吧？你那是文章的了嘞。我登记大雨城，一雨在水大。梦醒一下，吓得我魂魄地荡。我眉下追逐两下催人爽，三下进门上生日在许办。是否两朵兰儿今为你妙我相哦，弟弟可能听到吗？能够起劲吗？啷个是个文章的了喂呀？谁想内心真好，神句不详。哦，弟弟耳聋了，没有听得，得小弟想这么一遍。啊，曾记大雨城，一雨在水荡，梦醒一下，吓得我魂魄地荡。我如眉下追逐，两下催人爽，三下进门上生日在许嘛，是梦两朵郎，而今为你我自啊！弟弟可能听到？这个楼上眼睛那个当上呀！哎，吹响神经不响。哎呀，傻逼聋啊！耳聋呀，听不出了。哎，小弟再来想这么一遍。啊，请开始。还是开口的，不开口嘛，我不姓当着的啊。啊，做什么请开的呀？吹响要好的嘞。你们这个起劲汪啷汪啷，不然我对老套听见之为当脸的。哦。说你位置吹响三线的来噶，跟老头特别骂我噶，说起来句话头。三姑娘高子大把人搞有三五三，还三一拍，三大把人搞带给大天来做奴才，你不能哇啦哇啦的，太对不起。啊，哥哥，请开手。既然让小弟请开手嘛，请弟弟做了一个因托终身与我吧。这个，我假设你的手里来的，我不能开口的呀！一开口就要问我看终身。今朝不样才是高的，何故应在要紧？见你两高头进来至半日，那孤影不老套凳子一些些哪回不出来了？到里向来一看，哎呀，那么多孤影啊不我，你都两高头在里向烧去啊！大高吃上我，你看让我来 CP 里，
侬不欢迎我孩子再讲吧？啊，哥哥，姐姐，小妹心中哎，何想公公？哎呀，都是姐姐，你笑不得了啊！真记得。为要想我了，当我想出三小妹，我真的想府里别先得要我了啊！你为要想我是想得我只身不地瓜。狗血说想是心里想想我，并不是面孔上想我。听听歌，他想笑的什么？公公啊，姐姐，小妹心醉。想我什么？是的，错怪了你姐姐呢。想我去想谁知当说光头是那一天在二松堂上，因打老弟儿中国到来，放在下地石膏，你就应该多位之后，等老弟儿中国去了之后，我们再可以走来中秋。为什么你一去不来，你要到的么？哎，哥哥，怎样？儿送大让奴孙大头，恨不得来了这老家奴，我是御空袍，没地。凭空起风，对呀，一字有理，我是错怪了姐姐了啊！哥哥啊！儿
如此嘛，今日可以请弟弟颠覆众生熬了啊！哎，哥哥，而且你在话不言。哪里话来？你脱了众生以后，每人做法为美，我和下了做法古人，谁请是古人菩萨来做法为美口好？呀吹！哎，你这个话不破的，这古人菩萨做美人了。哎，哥哥，弟弟。你快是话姑爷，我反是的。那么说你到等那个首席里讲什么，还是讲完了个打兵法。我房听廊下还听得出来，哪怕听不清爽，都听见不出个声音了。别个个老太太听见首席里不出个声音是开心啊！想想各个动儿嘛，是要呼吸的真好。我太太把你的何姑爷嘛，恭喜你神仙得不得了。打到了让何姑爷治理相为让你真了。你在是伯伯，我爱这个冬儿急着啊，我明白了。真记他得。在首席中面话古人啊，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口中300年不以古人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娘娘睡觉写出来哟。哎呀，对不怕他看看，那实在是个老糊涂。我家法当然是，看上去阿哥郎们穿相太忠诚，两高头不出老公章。过些辰光再红一个电话。哎，是啊。老太太来不来，心思蛮急个。我的表门呀，你还闷了哟，不说相。我爱古人口人，我好非。当然听俺们听见，有金贵事的上要你托终身。弟弟啊，为是应托终身于我吧？不过你快是面话不言。哎，不凡是的呀。我爱古人口人，我好非。家里脱了终身于哥哥，你口人听的，太夫人在背，猜出来。哎，这个老太婆当套房去。是个人，快是话不言。我爱古人口人，我好非。哎，那个老太婆犯啥的了？这以前那里眼睛关子里了，古人啥叫古人啊？古人口人，我好非。变态夫人，古人就我好了，不要多讲。说你哄儿子了，就我好的啊，这我都夸了嘿我，他不懂了，好。去想想你老师句话，我有我孩子，你不要不弄起来个了。哎，哥哥，啊，你还不给啦？真记得。太公神屡屡并推错，你是不懂的呀，可是后内大你，我古人们只想一笔走。啊，对，我
个比挪们挪起来已经哈铁打不是，就像那等候着那代的我姑娘这些一比到一比么就哈。对了，边太太，我哈了欧姑了，那么为什么说是？你说谁我哈么个随便那不相信的，我哈欧姑这些辰光比狗日干。啊，昨日的来他说起来，你我哈欧姑拿得来看看看，改日里呀，叫他几笔一句嘛，我指出来个容易的极了，他比个闷闷巴子，快些别话是。嗨，当然得去想看看哈个，你是来等我，气象我内大的我姑爷们这些一笔头这个一笔嘛一发到我哈，嘿嘿，你别气象我等我。我当然一笔头名气没响，我些个不是分我些。那么哪哈了当八红了的我些个一笔头呢？还有个张提说是两位小哦。当然了，让我里个辰光，你不出去啊，真了希望你一件自家立必功了。总归啦，我做人像那种刀子里太阳里立必风沙沙，那譬如说雷火个样活出来。跟叫李必峰，那么里呢隔壁有个蓝香里，这个蓝香里呢呼吸吃水的，叫是菜叫醉水，晓得当包个话来听讲，当然一进来我就想活活啊。那么个醉水几日子，他们家上里买子一部新的梳子了，还是把外面没靠起一部梳子。日本的党务来听讲嘛，我要去听讲听讲。他等我到堂高来乡里面我唱得进个了，那么你吃在这个最老子个成功啊！哎呀，说就说当我来听见，我也听见，那么你唱在堂高去，看你们喜恰当然的分出去了，让希望里向一个避风沙沙让拼，那么你那希望啊是啊让往里向看啊。一进去一看，喜巧当不好了，活啊，当你了活嘛，像他比人好的哇！一进来嘛，当然分国上要喜巧，个别杀个屁股来，你拿把手是再一吹，一吹那个个别手这里手边了杀一条没讲，那么你腰间拔伸出来倒出去嘛，当然一眼得了杀人家，不打不了心郎呀。等一下，这个最些个把手指拿在屋里开心，我就说当我来听见，我听见啥子？你听见啥子？这个就是当我，拿把手指看下个，不说呀，要出去饮水、吃稀酒来吃水醉的，那么拿把手指拿出来收着，是我有当我哩。这不人告诉手指收起来，这不是干收个？里呢特别咱把半瓦手指啊，拿把手指打斧头上一把伢的手里向，拿扣肉的去收手指呀，哎呦嘞，喊做嘿呦嘿，往做嘞，喊做嘿喊，那不人告诉你啥路说他当行子干个啊？你那手指上吃力啥子哇？这老乡是当我来听见个嘿呦嘿呦嘞，哦，当我来听见，那么说伢你听见个呢？然后有两个实在嘛，大家过来拿里把手指看着哇，一看嘛发动呀，说这个哪打我呀？一定要没讲难受打我，说是打我啊。有一种人啊，老百姓动嘛不动，以为是谁动啊？有一种人的呀。哎呀，我们打我一句，到家再把我来看嘛，我就晓得。哦，你去个么你看呢？你拿把手指的打水一看嘛也不动。哎呀，那个我哎呀出来，这个当我实在活得深刻不可，也研究的嘞。哦，也研究，你研究得出呢？想子出来，哦，想子出来的，我什么子？将来当不好开支买买台地嘞。你哪晓得？你那种光杆呀，哦，一根太阳活得没好。哎，你到羊毛配没得，你到地里去毛，各种钢配，哦，各种叫钢配，有名堂的了，哎，叫啥名堂？叫一身上太阳，啥叫一身上太？
你一早睡那个一身嘛，一根上抬出来的，两什么两根？哦，当把我一身上抬，一早是一身一根上抬出来的。那么弄得了手举神利人啊，这些都是当保进来开杯卖腿的啊，一身上抬我的真好啊，一早是一身一根上个抬出来的。那么说到当然你都过你们当然像我分我些一身上抬，个当心动儿去点着嘛点着啥个，是有个最细把手指上向来打里我个一身上抬啊，这去拿得来看。去拿得来一看嘛，当不好像是啊，人家知道我了让李必峰的辰光，大衙里这个话来吹一吹了，打一打嘛，讲我当时啥人不了听了，啊一把手指他话的哇，非儿马死人不过是话，我说我跟抬出来的有点像的呀，那么是那个你也没讲了想他打我一次梅花呀。那么送把那个最细了想下一笔头，他落一个哭了，当然没哭啊。那俺那个一边的我些个分是分我些，你就来等着我啊！现在嘛，无论是样的托子终身了，我顾应得了。姐姐，你手今为日托了终身，小弟就别我顾应了啊！啊，哥哥，你话了顾应在做的哩？啊，你要为我了对嘛？我就话了。你话了顾应，我为你了对。哎呀，为了我。话了为了我。哎，话了为。这个比我起码不是个事情，只怕个了，他不闯进来他也，根本哈，一个人说话啊，也来来日日。既然呢是我孩子孤人终身托把我起来夸啥个呀？好当真吗？是。我还俩孤人姐姐一定要顶托终身于我。你快是话过耶！好啊，根本我就和好了。当然是拿过比拿到手里向，根本你活着呀。你拿过比拿到手里向，哎我不肯插手。哎，本着小弟话做不过也熬不两分人。有人听我挨一点点不是啥意见，不是不我开，我社会之内，姐姐呀。我今朝为你话不言啊？对。为止我了我个，你那结婚，既是为止我活家，你自家我自己吃头，套间你发我过瘾的呀。这个是也刚刚明白的，不是为止我过瘾。哥哥啊，真是的，为了姐妹呀。既是为了你呀。你是计划了第一吃头用，太服人民立法话过瘾，不是为了姐妹。哎，真是的，不是为了你。你与我旅人三下，我美声到此，再说吧，我爹吃头发话过瘾。你不与我三下，我不美声到此，我不话爹吃头，不发话过瘾，可是为了你呀。打来打去别打到三三浪去的。哎呀，别去打理都吃的，我只过瘾再讲吧。哎，是啊。哦，你娘子里是第二句一来，反正我不话的呀，也熬不了文人啊。是真是。送你花人熬不尽我三哥送不了银子不你可对呀。哦哟，个这米币在来那里，真假是好当不好，我一副过瘾，借得500两银子。你呢，买包出当好还有500两，不是给。那么崔香，你别去那里张着呀！
嘴下有点小牛脾气的呀，够不够？哎，太贵了，不舍得。太贵！哎呦，别日子那位一笔太贵啊！太贵，下地去，不话了。哎呀，啥里毛鬼子噻？现在个官兵拿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体，现在得一棒子下来噻。啊，所以我吃快点吧，够不够？也没举文大名，也是义不归。啊，不会不下地去话了，哈哈哈哈哈哈！叽叽呀！世人是把狗人来呀，也哪一个？要有那新的一部万里军，他是爱我西施。当初我王羲之啊，你最欢喜个牛啊，有一个头长，哎呦，你养不上牛是吃了牛郎五个牛啊，王羲之又问你他个牛，个头长有大理石，你养我个牛容易个，但你要跳舞，你打我小我一句黄庭经，我个牛就不你，所以嘛，王羲之嘛专门爱个牛。姐姐呀，我不好真心想你，像一副孤影来无美神。熬不两个花人来做品鉴，一副孤影我那个美人啊，500两银子一招是品鉴可对吗？呀，吹个听。石头来了，实在是穿香十里皮来里，一皮的跌不了，里面的的确确的当不好啊。他在后中趁啊快手，你是趁到快手啊，你我起孤眼来，可用那绿的香配大头。人啊，你用不着这个当导演了头个发古音我出来真令我的好，要听只为门家来听啊。